因为疫情有真侪老大人拢唔敢出门，为着要帮助时代未退化了上过紧，台北网界健康服务中心最近就推出线顶运动的课程，嘛有设计一寡真趣味的题目，爱老大人来回答，互因运动更当减急头脑。 疫情期间，老大人因为减少出门，运动机会变少，渐渐甲一寡运动社团失去联络。台北文化区健康服务中心增加线顶的运动课程，结合游戏问答，互老大人伫厝里就会当做运动。我的感觉啊，线上上课就是跟老师在家里教你1对1的上课一样。有时候老师还会在那个电视机的镜头跟你注意那个学员的动作是否正确，教你的亲人也比较放心。 根据行政院的统计，受到疫情的影响，参加健康促进的学员人数平因过减少超过400万人。体育讲师表示，老大人普遍有筋肉较少、无力的问题，尤其疫情关伫厝里，下半身更较接出现问题。其实主要都是在下肢肌力的流失会比较明显，特别是步态的改变啊，或者是在走路的步幅还有速度上都会有明显比较下降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也会针对这一部分来去做平衡啊，或是下肢肌力层面的大腿肌力、小腿肌力来去做强化。讲师提醒，会当陪伴时代加做一寡有主动力、增加耐力的运动，譬如压腰鼓了、练骹背，降低筋肉的退化速度。记者麦尚林林学凯台北报道。